觀塘，一個象徵拼搏同繁忙嘅地方。喺幾十年前，呢度滿載工廠機器嘅轟鳴聲同打工仔朝九晚五嘅步伐。呢條街道見證咗無數香港人為生活努力嘅故事。今日嘅觀塘已經唔再係純粹嘅工業區，舊工廠旁邊起咗一棟又一棟光芒四射嘅甲級寫字樓，落地玻璃反映住藍天白雲，內裏係衣着整齊嘅專業人士，商務會議、創新決策，呢度成為咗一個現代化嘅商業樞紐。呢度街頭車水馬龍，每個角落都彌漫住城市繁忙但係有序嘅節奏。喺繁忙嘅核心區外，觀塘海濱就係另一個世界啦。海風吹過，將城市嘅緊張氣氛沖淡。觀塘係拼搏嘅舞台，亦都係平靜嘅港灣，繁忙同優雅交織，新舊共存嘅一片土地。喺呢個城市不斷進步，未來充滿住無限可能。